来。FM 91.1关怀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吼，我是秀芳的助理顺武。今仔日因为咱本来即个时段是咱姚议长主持的节目啦吼。因为伊今仔日临时有代志吼，特别今仔顺武来代班吼，来甲各位咱关怀乡亲时代做伙来开讲啦吼。咱知影，因为顺武吼一般代班的拢是813时阵是秀芳委员的。较讲是咱偏讲咱中华的发展，也是咱中华一寡大代志，也是咱国家的大代志。伊即个时间要带咱姚议长的时间吼，其实真紧张，因为咱知影讲吼，姚议长是咱民主的前辈，吼嘛经历过真侪咱台湾的重要的一寡社会议题，也是时代时阵，伊拢有徛伫这时代的头前吼，带领着咱台湾人吼为头前行啦。顺武是这礼拜沿暗吼，是咱台中有一个咧册站最有名，叫大野狼的这册站，内底拢一寡英语的册啦吼。内底嘛有咱中文的册，顺武看到一本册，专门咧讲即个民主运动的相片，2017年出版的。咧相片就是咧讲较早民主社会运动的一寡相片，一内底其实显一个3页5页开开吼，拢是姚议长。甲周启尧馆长的相片啦，所以咱知影较早的民主前辈真诶是真拼啦吼。所以顺武要接即个时间吼，嘛是真紧张吼。所以咱今仔较讲的物件可能会较定一点嘛，毋是讲较咱地远的啦吼。咱知影讲即个假日吼，是香港有一个上重要的代志。即个代志其实会使互咱台湾一个整体，嘛是一个潜力啦吼。咱知影这6个月外，香港为着即个反送中的即个议题吼，即个街头的运动，大学生的运动，即个政报警察的物件啦，一只顺武就无搁加讲因为咱定着即个香港的问题。但是顺武要来分享一个经验，就是讲吼，是即个因为顺武是一服务处咧做服务案的，有时阵会去外口会勘吼，爱拄着咱一寡乡亲伫外口咧坐，爱甲伊开讲啦吼。顺武听着讲吼，有一寡消息是安尼讲的，有一寡人是台湾人讲吼，即摆咱看着咧新闻咧讲的香港的物件吼，是民进党政府吼演出来，即寡这媒体报纸、电视拢报一寡即个香港较歹的消息，要使咱台湾人惊。讲这拢是香港其实无遮合。拢是咱民进党政府咧用的啦。其实顺武听到即种消息吼，感觉真疼心啦。因为这是一种国际的新闻吼，毋是讲咱台湾刻意要去营造讲吼中国的会说来遮尔歹着。这是一个人权、自由、民主即个政治政府的信用、政府的权力的一个真大丛的新闻啊。其实伊无都用特定的媒体去做出来的物件，而且全世界，包括即个英国、美国，因定即个法律讲，针对即个香港即寡无人性、无人权的行为，假使讲即寡官员到因即寡国家，即寡国家就对因一寡惩治，佫有经济上的惩治。即种物件就是一寡民主的国家会做出即寡物件，表示香港即个议题真的是真大，而且是确实的发生。所以，一只嘛要甲各位乡亲讲，咱即马新闻看到的香港是正讲即马香港所面临的问题。咱知影，香港较早是迄个清朝的时阵，因为清朝政府的关系，挂号即个英国政府去管。英国政府怎要管即个100年以后，就要献互中国。献的时阵，中国讲一句话：一国两制。50年袂改变啦。但是咱看到20几年尔，香港其实真痛苦。因为伊的医疗，一个香港人要看医生，伊要等1个月以上。为虾米？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去香港去看医生，伊要一市场内底买即个牛奶粉，也是买一寡较好的卫生纸，买无就计数真贵。因为大量的中国人，咱知影，中国之前有即个毒牛奶粉的即个代志啦，即牛奶粉有透一寡即个塑胶粉伫内底嘛吼，即个。毒淀粉毒牛奶粉的代志啦毒牛奶粉，所以真侪中国人家己嘛毋敢啉因家己中国做的牛奶粉因就会即个带即个深圳这边的就会来去香港，看着牛奶粉就会买回去。这毋是讲大家讲耍笑，顺武较早大学读的就是金门大学啊。
即金门其实就是咱台湾有三个所在，小三通、金门、马祖甲澎湖吼，拢是会使甲中国来往的即个所在。咱金门其实坐船去中国吼，免半点钟就会到啊，来回毋免1点钟，所以有真侪即个自由行，也是讲旅行社申请去中国的人申请来去金门佚佗，佚佗就2-3天，佮坐船转去。啊，即个人吼来金门买上侪物件，除了即个高粱，也是即个贡糖以外，上侪就是有磷粉。为什么讲为什么讲即个代志？就是讲，咱知影讲吼，金门即个岛吼，虽然伊内底人真多，户口的名真多，但是住岛的人无多。但是金门吼，全年会使开2间的，嘛会使开家乐福的。即款大贩卖的物件，为什么会在一遐？而且佫有康士美、甲屈臣氏，屈臣氏佫开2间哦。咱即摆讲到即款店吼，其实伊上有名卖就是卫生纸甲有磷。真侪中国人利用去金门佚佗的时阵，大量的卖有磷，大量的卖卫生纸甲那个尿布吼，来去转去因中国，所以伊的市场做起来以后。咱金门足侪即种店的，就是全联吼即个家乐福，也是屈臣氏。伊即种店吼，伊也无一定的人口数字喺咧消费，其实会倒。但是即金门直直开，原因是因为大量中国人去买有磷粉，所以咱知影，是中国因若要因的环境甲因的产品足歹的时阵，因就去外口买。香港同款遇到即个问题，但是因为香港甲金门无共的所在是，金门即摆才是中华民国咧统治，中华民国台湾的一体啦吼。就是香港就是中国人咧统治，虽然因讲有即个特殊，但是伊迄拢是用委员会去选出来，吼，用迄个议会去选出来，毋是正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来。所以香港因拄着真侪中国去炒地皮，吼，香港的厝足贵的。有磷粉买无，医疗买无，自由民主嘛无。较早咱知影，真侪咱是中国较早咱讲时代吼，民国40年时阵，白色恐怖的时阵，咱较早台湾有真侪会禁，有即个册禁嘛吼。是香港即个所在，早期英国咧统治的时阵，有真侪咧讲共产党无好的资料，也是咧讲即个蒋介石政府无好的册。其实香港有一间册店拢咧卖，即间册店。就这几年去互中国甲香港抄去啊！内底的店主阁会无来无志无去，因为伊卖太侪民主自由的册伫遐，足侪中国人去香港佚佗，爱好民主自由的中国人就会去买即寡册登去看，所以中国即个中共政府惊着啊，就把即间自由民主的册店才封起来，在内底负责人压去，叫伊经出讲写出即个杂志。也是写出即款册，写民主自由的作者一项，一个去销。咱安尼听起来，咱有较早的白色恐怖真相。即摆中国就是安尼咧做，对香港就是安尼咧做。虽然咱知影香港甲台湾有真诚的所在，所以咱真侪，咱即摆这一年咱上常听的是讲，毋通互今仔日的香港变做咱明仔的台湾，那毋通咱今仔的台湾，咱香港人是讲希望。今仔日的台湾就是未来的香港啦吼，其实伊足介意咱台湾即种民主甲自由啦吼。以即个数字来讲吼，其实真侪香港人拢要移民到咱台湾啊，伫台北有真侪香港人过来。第一个，咱讲的语言真成，拢是即个中文、北京话吼，这咱会通的。所以因足侪人移民，而且台湾民主佮自由，所以真侪有钱的香港人，也是讲有能力的即个香港人，拢希望来咱台湾去生活。好，香港佮拄着什么问题呢？这香港因为真侪少年家，伊发现着讲，为什么较早是英国统治的时阵，虽然英国嘛毋是正港话足民主的对待即个香港。但是确保着因的自由，甲因讲话的自由，所以因过了真好。但是即摆咱看起来讲，中国转来以后，咱完全无民主甲自由，嘛无法治。因要安怎压去，安怎用，安怎开采，安怎破坏，咱拢管袂着。而且各位知影无？香港的少年家要伫香港买一间厝是偌痛苦的代志无？
因为财团的买卖炒地皮起来，因足侪出社会的大学生，因住的叫做那迄瓜娘咧住的厝，那观察厝安尼，你知影水工厝。咱台湾花坛吼，有一间迄水工厝足有名的民宿，吼，足侪人去体验的。但是你想看卖啊，是香港真侪少年家是住即种水工的厝啦，内底可能行即个面床啊，尔，较桌顶啊，尔，啊，便所甲人公家用的即种厝呢，而且足细足细，因为因香港无大，真细，所以真侪人无住的所在，即个出社会少年家厝的也无一地。也是留的无留一地互伊，伊是其实无即个能力去买厝。虽然因基本的薪资比咱较悬，但是因的物价买物件的计数比台湾重足多，这是咱毋知影的代志。所以即寡香港人醒起来啊，咱知影无？其实香港甲台湾上成的一个就是讲，咱台湾内底有一寡人，到即马认为家己是中国人。认为当去中国，才是唯一的选择，也是统一。吼，一台湾内底原的人哦，一香港嘛共款。香港有一寡利益摕到的人，也是讲因想要较平安的人，因是支持中国的政府。但是慢慢啊，即摆香港咧改变啦，咱知影无？即礼拜，顺我要讲，即礼拜上重要是中港的区议会的选举。就是香港一区一区一区，咱想看嘛，就甲咱县区共款的吼，遮一关遐一关，遮一关，啊，逐个关拢会选出议员共款的。香港即礼拜就是这区的议会咧选举，爱选即个议员啊吼。较早吼，即个投票率吼拢足低，吼2-3成尔，无啥人要去投票，因为认为即个区议会吼选出来议员只是一个咨询用的。表达意见啊，尔，正港的实权是另外一个议会，所以投票率足低，而且香港较早较保守，真侪人认为讲中国转来较平安啦，吼，啊，即寡保守的人，毋是讲全部拢感觉中国平安，是因为感觉卖乱就好啊。其实这就甲咱较早台湾民主运动共款，咱真侪前辈伫咧街头咧行的时阵，有真侪时代拢叫咱细汉的少年家讲，啊，你毋通出去啦。啊！你毋通啊，去也无效啦！啊，等到民主来的时阵，大家公家用，是香港嘛共款，因为这是一种大中国的思想造成的啦。吼，咱台湾嘛真侪较早是汉人，汉人嘛是由中国过来，所以这种汉人的这个族群哦，的习性就是安尼。吼，咱拢感觉别人去甲咱奋斗就好啊，啊，咱就坐享其成就好啊啦。吼，有这个状况，但是即届因为反送中的关系，即个少年家一街头安尼徛出来，嘛真侪去烧互咱香港的即个少年家，感动着正港香港的市民啦。即届的投票率吼破7成啦，一个无重要的一个议员选举破7成哦，而且各位听众咱知影无？因为因即马咧开票出来以后，对无吼？较早较挺中国的叫做建制派。吼，啊，较民主的叫进步派，吼，啊，虽然进步派内底嘛有分两派啊，但是咱大方向来讲吼，即届较挺中国的建制派吼，大概才摕到45席安尼啦，45个人当选安尼啦，啊，较民主派有351个人当选，就是57%对41%啦，啊，这变过来后，较早的香港吼。较挺中国的建制派吼，大概拢64%左右。但是即届咱看到进步派变57%，啊，这建制派是41%变过来啊。虽然伊无都影响香港上大的即个决策，但是这就是要在中国讲，在中国讲啥呢？讲咱香港人需要的是民主、甲自由、甲进步啦。因是即寡市民是挺。即个学生啊，去对抗中国的，咱看到即个代志，咱来想看嘛，咱台湾，咱台湾是这一年来，咱有真侪好笑话的人咧讲话。咱明年2020年嘛是一个关键的选举，所以咱看卖啊香港以后，咱来想看卖咱台湾。咱毋通讲袂发生伫咱台湾哦，咱嘛毋通想讲咱上多，也是民进党会让咱恐吓。事实就摆伫咱的眼前，
咱看会到香港的变化。顺武吼，今仔日咱即个自由时报吼，的头版就写着啊，香港的区议会吼，投票率就7成外啦。真侪较早无要投票的人，拢会出来投票。因发现讲吼，投票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吼，大家无法度投票的时阵吼，就靠袂出来啊。啊，这报纸内底写着一个真，咱拢会想讲吼，即摆是香港街头的有真侪拢是少年家，所以是毋是惊少年家较挺即个民主自由？啊，较传统派的即个7、80岁即寡爸阿姆啊，是毋是较挺中国的？啊，较歹投票咧？吼，啊，这新闻才写着啦吼。即个香港一个所在叫元朗啊吼，这记者采访一个83岁，即个人啊吼，伊讲吼，伊较早伊是第一届出来投票的，所以为香港较早会使投票的，虽然毋是直选的总统哈，伊毋捌投过票，伊是第一届徛出来投票，这是一个先生啦，姓梁的先生。伊讲，伊较早做过即个警察，啊做即个反黑组，就是咧抓即个黑道的啦。吼，咱看咧香港的电影拢知影，伊是咧香港反黑组的警察啦。吼，1981年的时阵吼，大概就民国70年、69年左右的时阵就退休啊，伊就无做警察啦。为较早甲即摆吼，伊拢毋捌甲人讲政治，伊感觉政治摸袂着，啊生活过了下就好。但是伊看到吼，7月21号的时阵，是这香港的元朗吼，有穿着这白衫的人吼，去攻击即寡黑衫的人，啊是攻击即个香港的人。不管伊是来抗议也无抗议，即穿白衫的拢去人拍啦。伊决心即届一定要出来投票，来支持进步的少年的人啊！你看，所以咱毋通叫是7、80岁的人，就毋是支持民主自由哦，是香港的咱就看到啊。所以各位爸啊、姊啊，明年即个关键的时间，咱是毋是爱袂使输人诶？让香港7、80岁的爸啊，嘛愿意出来挺咱少年家，咱是毋是嘛爱来考虑一下？啊，即个报纸甲写着吼，即个退休的警察讲吼，伊想着吼，7月21号的新闻啊，伊家己吼做警察的吼，退休的看甲吼目屎吼是擦擦滴啊！伊足感慨是讲吼，少年家吼是足勇敢的，啊，但是吼嘛真可怜啊！啊，因拢是未来香港上重要的人啊，吼，袂使互即个家族吼。安尼违规啊！吼，伊即个讲的意思是讲吼，香港即个退休的警察看到即个乌警，就是咱知影香港足侪警察咧，因咧执法吼无遵守，爱拍恁啊、摕枪弹啦，安尼用的吼，叫伊加抓啦。讲吼，较早的香港的警察是一个专业吼有纪律的部队，但是咱会为1950年代以后，就是中国以后收起来以后，即个警察吼。那乌警的啦，就是拢无咧插即个法条的物件，啊慢慢变足歹啦，吼。另外，香港的媒体嘛报道着讲吼，一个沙田的即个所在，嘛有一个66岁的陈先生，伊嘛是第一届去投票。伊较早吼，拢真满意，嘛真信任即个香港的政府。但是今年吼，伊发现着讲吼，即个少年家出来反送中。反对即个中国的即个法条的时阵吼，香港的政府甲官员吼，拢无爱听人民的声音呐，人民的声音呐。咱知影，一台湾咱人民的咧徛出去，在政府讲咱无欢喜的是啥物代志，都做毋对，政府会参考。但是伊看到香港的政府，遮侪人民徛伫街头，理性的徛伫街头的时阵，因是安怎对付的？而且拢无要听人民的声音啊，因此吼，伊决定吼，未来啊，逐一遍选举吼，伊拢要去投票。伊投票就是要展现伊人民的权利，要甲这政府讲，人民是有权利的。香港政府毋通无爱听人民的声音啊，吼。啊，伊讲吼，啊投票吼，一定要先支持。有想要改变即摆现状的机会的人吼，但是伊要选的人，啊，过来是即个人有一地方咧公允的人啊，所以各位听众朋友，咱听到啊，
即个66岁单身香港人，伊第一届去投票，伊较早真信任因较早的香港政府，但是伊看到7月时阵的即个民主运动的时阵，发现香港政府拢无咧听因人民的声音，而且去在因的人民拍。即时阵，伊认为投票是上大的机会，伊有投票，伊就要出来投，不管即届投的票选出来的人，伊的权力偌大，伊嘛要出来投票，要在香港政府讲，人民是会出声的，人民会想要这政府知影，而且伊要选的时阵，伊要预算会使改变即马状况的人为优先，过来就是有地方的服务的啦。即个咱即马真成嘛，咱即马要选的，因咧惊想要选一个区议会议员啊了，就是区的议员啊了。咱台湾明年要选的总统以外，过来就选的立法委员，一关全国的法条、全国的资源的立委。香港人会用讲，谁会使改变即马现况，会使进步的人，甲地方努力作为前提去想。啊，咱各位，咱台湾咧选的时阵，咱要用什么标准来看人的候选人？看伊的较早的记录，看伊做的代志，还是看伊有钱无钱，这代爱去思考的所在啦，吼。啊，咱看到讲，香港有遮尔侪人已经拼出来啊，要在这个香港政府讲，而且咱看嘛，真侪的报纸，其实这拢是头版啊。真是惊到啊！大家咧想讲吼，香港人敢会看到即寡少年家安尼咧控制以后，搁较挺中国、中共因啊，甲中国的其实无哦。香港人是有清楚的头脑知影，即寡少年家因会放火，因会去为物件是不得已的，是政府害因安尼。所以咱看卖啊，较早台湾的学生运动，咱这3年运动。蔡英文政府毋捌拍过的人，嘛无互人民放火以后去在压起来，在连地，还是在安怎中间呢？拢无，因为咱是一个民主自由法治的社会，就是香港无啊。咱知影这5个月来，咱也是有囝儿的，有查某囝的，看到香港的新闻拢会惊呢。咱台湾出去运动，阁会使平安的转来呢，但是香港去社会运动。可能转来就是一个尸体啊呢，而且这尸体袂转来哦，可能一河内底，还是这关楼落下来尸体，去用通知恁囝一下死去啊呢，迄是香港的，所以咱爱认真咧想即个代志。是即个网络内底吼，其实有真侪的消息吼，拢咧讲即个香港的啦。香港即个有2间大学，吼，咱其他讲国中啊。初中啊，有向围啊，还是小可控制咧，咱先莫讲。香港这个月内底上大的有2个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甲理工大学。这2间大学拢是香港最优秀的大学，而且是世界排名拢真头前。这个香港中文大学比咱台大吼搁较排名搁较头前。理工大学全世界190名，109名的优秀的大学。但是即届咱看到拢去用围起来啊，有真侪需要民主要改变香港的少年家伫内底咧奋斗，但是即个警察用即个震爆车开枪，用压死在围个内底，则有一个新闻，咱知影讲啊，看起来像无啥安尼看平安啊，各位咱知影无？即个香港真侪即个新闻记者，即摆理工大学吼，人有出来一寡。啊，阁有10几个伫内底守的，因愈来愈无信任即个香港政府，你知影无？因若18岁以上的，即个也行出来，去互警察压起来，就是叛国罪、动乱罪，就会关10年啊啦。好，啊，咱进入一个新闻，咱阁继续来讨论。公司台语台台语新闻，关怀电台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公司台语台主播郭国正，欢迎收听台语新闻。香港自从反送中的运动到达，昨头一摆举办选举，虽然是地方级的区议会那尔，不过嘛接甲294万的选民出来投票，总投票率抢到71%，普遍全世界拢认定讲，
这就是香港人伫咧表明态度的一款公民投票。支持反送中的民主派，甲一寡无党无派候选人合起来，伫咧拢总452席的中间，摕到393席，赢了是真10张。香港区议会议员的选举嘛，互全世界看做讲，香港人民针对中国的北京政府表现出鲜明的立场。中昼伫咧中环遮抗议的人士招募一场快速汇集的活动，结果一个挖北京政府的议员。就是新民党的叶刘淑仪主席借路经过，所叫民众团团围住。蔡英文总统早起落南去出席中央研究院南部园区的基地第一研究大楼上梁的典礼。现场人伫咧问起讲香港地区议会选举的结果，蔡总统的看法是讲香港人站出来发声，咱着替因感觉真欢喜，嘛呼吁香港政府打着重视选举的结果。国民党总统的参选人韩国瑜、国政的团队早起公布，囡仔出世国家要倒市到6岁的政策，讲幼囝的补助1年6万，一直会补到6岁足，3岁到4岁读书是免学费，预算1年当按起来就要570亿。副总统参选人张善政阁批评讲，蔡英文是咧抄因这边的政策，伊阁讲屏东要起高铁，预算一开就是500亿，假使讲摕来遮用，来照顾国家未来的人才较有影。台湾经济研究院早起公布11月景气动向的调查报告，这内底制造业和服务业等月日判断起来，景气拢有较好。营造甲建筑这款行业是有较赢，主要原因就是房屋贷款的利息一再降低，阁有一寡角头新起的贩厝一直咧落成咧交厝来锁定。台湾经济研究院这边嘛估计讲，明年经济成长率比较今年还阁会阁较好。有影若无论做倒一道，第一要紧就是品质。婚林的高丽菜顶阵大出，因为天气反冷，这批收起来的菜一粒一粒都真青甜。现时产地1公斤是差不多伫咧12。农委会今年头一摆甲高丽菜卖对越南去。以上新闻由第14台公视台语台和关怀电台联合制作，感谢收听。咱今摆所收听的是 FM 91.1关怀广播电台，伫中华发声，为台湾发声。各位听众朋友，咱搁等下节目吼，咱拄则听到即个台语台的即个新闻啊，咱知影即马拜1甲拜5吼，下晡的5点半，拢会甲即个台语台的即个新闻吼连线，互大家听即马目前台湾的新闻啦吼。拄则咱嘛听到这新闻大概有3篇拢是咧讲即个香港的代志，所以这头人讲的就是讲香港的代志就发生一咱头前，咱台湾人爱看清。知影规个世界的局势，甲香港的局势，是较早中国吼政府吼，伊是用真侪经济、文化艺术等等的物件，甲咱台湾咧交流，伊用即种较优势也是优惠的物件吼，要互咱台湾人鼓励，讲中国真好，中国真赞，咱要甲中国较做伙。其实讲，这就是咱讲的统战。看到昨的一个真大的新闻，就是讲，即个澳洲政府有一个也着一个中国人，即个中国人讲，伊就是间谍，吼，讲伊安怎放的？咱先不管讲即个人讲的到底真啊假，还是讲伊是毋是间谍，还是讲伊是即个做间谍活动的其中一个人安尼，也毋是上重要的人。但是伊讲到真侪，其实中国对台湾在做的代志啦。咱知影讲吼。咱台湾其实真自由民主，这自由民主真容易吼去用利用着。咱知影无？咱讲一个上大的一个物件吼，事务直接要甲大家来讨论一下。咱其实吼真侪听众朋友吼拢有信仰，不管你是道教的、民间信仰、佛教的，
也是讲天主教的，基督教的等等的啦，但是咱知影，因为咱台湾是一个汉人的族群，是传统的汉人的族群。咱先莫讲原住民啦，原住民的统战有另外一个系统。咱即摆讲的较偏向的是即个汉人的去用统战的即个系统啦，咱汉人为较早，不管是为即个原乡中国过来，还是一台湾咧发展的时阵，汉人是啥物拢拜，天嘛拜，地嘛拜，动物嘛拜，啥物神明嘛拜，人过身嘛拜，即种拜咱足侪这册馆顶个写讲，这叫道教。其实正讲的即个宗教的研究，这叫民间信仰，民间的信仰，就像咱讲的天上圣母的妈祖，咱认为妈祖是道教。是日本时代的调查的册，也是讲民国初即寡政府的调查，咱在真侪妈祖庙拢在算作道教的。但是正讲，咱也看这妈祖发展的历史，其实伊是一个民间信仰。伊的老师虽然是道教的神明，但是伊毋是正讲是神班内底。所以毋是正讲神班，就是讲道教一个系统内底。伊这妈祖毋是一个系统内底出现的哦。正讲的道教就是中国。因咧是山顶修行，有道观的，摕一个迄个帽安尼伸的，迄才是正讲的道教。从台湾其实是去互道教啦、佛教啦，真侪物件甲做伙，就像佛教共款啊。咱拜观世音菩萨的，有正讲的佛教的，嘛有民间佛教，这就是这台湾历史咧发展的啦，台湾是一个宗教真自由的一个国家，所以咱民间信仰啥物拢拜。咱要看咱家己拜啥物是上简单的，咱厝的财神明，佮会拜祖先的，大部分的咱拢是民间信仰啦，民间信仰咱足深深的心，因为咱知影汉人其实无即个公共领域的概念。咱所有要开会，是较早传统要开会啦，还是村里的代志咱拢会是咱家己村里的庙遐咧讨论。所以庙是一个公共的即个空间啦，所以咱看国外，是这欧洲、美国，因的公共空间是公园，但是咱汉人是无公园这个概念，咱是有庙埕这种想法。咱人民因为咱有所托一个神明的身躯悬顶，也是在角头庙内底，咱就会捐献互庙去起这个起庙，石雕啦、木雕啦，咱拢会捐钱，嘛会跋这个头家炉主，诸位等等的这个信用一只，咱有这个动作做这个行为啊，希望生命给咱保庇。所以中国就看到台湾人对于生命的身躯伊嘛真巧，因为咱知影咱大部分咱祖先的生命拢是为中国过来，咱嘛讲迄地藏王九华山嘛，这个泉州咧拜的这个圣王宫嘛是为泉州来的，观世音菩萨有诶是为即个泉州诶龙山寺过来，三国王就为即个潮州过来，等等，大部分咱台湾民间信仰咧拜神明，拢是为中国较早诶历史诶时阵，为中国遐移民过来时炸过来，所以中国也着一条足厉害。咱知影汉人有一个上大诶因素就是讲即个祖。拜祖先真重要，祖庙嘛真重要，夜祖这件代志，就是讲咱这个神明会希望倒去本来挂火的所在，去挂香，去挂火，这挂火就是讲倒去原来祖庙希望祖庙的千兵万马，祖庙的神明的神力会使做伙分互咱家己这个庙内底的神明，所以咱有挂香挂火这个事一只。即个动作，所以咱真侪的宫庙拢希望倒去中国原来的庙遐去挂香去夜祖，即个行为中国看到啊，伊就用安尼要来做统战，伊就安尼去接受着讲，真侪咱台湾寺庙的管理的人，也是台湾寺庙内底的人，咱有一个物件，咱袂使讲咱毋知影，也是咱无即款代志，真侪台湾的宫庙。也是一寡角头庙，其实拢有一点乌底的人伫内底咧做，无就是讲记录较歹，咱家己去看记录，我毋是讲逐间拢安尼，但是有即个现象一只，咱袂使讲无即个现象。
所以即个系统到中国去亚洲的时阵，伊就来即个负责人讲，无你来定定甲阮做伙，我中国来开解，我就来你传啥物钱，啊是你坐船到咱中国要来亚洲的时阵，你大个食的，让我中国出钱互你，啊你来台湾的人民讲，中国真赞真好，这就是统治的一种方法。咱看到《自由时报》今仔日 A3 的这个报纸内底写啥？渗透公庙界选，中国多管道下手啦，渗透官庙介入选举啦，就是讲，咱即个足侪人吼，利用中公庙吼，要来介入咱的选举。中国吼用足侪手段要来做的啦。啊，则官员讲啥物？民间信用甲地方吼的连结度真悬，嘛真容易做放假消息的所在。咱知影汉人拢爱去庙去坐啊，听人咧讲古，听人咧讲话，去报道嘛吼。一个报道的关系，因即个中国就用即个线绑在即个庙内底，啊，甲你咧报道的时阵，就假的消息互你，你就会传落去啊。吼，这是一个真巧的哦。因为大家讲，啊，你一道听到的，啊，一庙听到的啦，啊，庙听到的吼，我都会信啦。为什么？因为是汉人较早吼，毋知各位时代会记的无？较早人啊咧讲啥？要来救惨吼，咱就来去城隍庙，来去庙吼剁鸡头啦。我剁鸡头就讲吼，即只鸡，因为我讲的是安尼，啊头啊剁掉，伊的性命就无去啊。啊，我也讲白贼，我的头就甲迄只鸡的头共款去互剁掉啦。所以真侪时代，拢会甲公庙讲的物件是真的，是赞的，是对的。所以中国就用即个公庙的系统。咧做假的消息的传达啦，咱看到遮写了真清楚的即个资料，直接咧写啦吼。遮写讲吼，咱台湾吼，即个官员讲着啊，即个澳洲嘛咧报道哦，因讲吼，地方的民间信用吼，甲地方的关系吼，真诶真悬真好。一台湾的地方吼，政治动员吼，甲地方的意见吼。这公庙吼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啊！而且吼，这公庙的所在吼，是这个谣言吼要扩散上好的所在啊！利用这个信用的方法吼，在这消息吼传出去啦。更较重要是啥物？这个庙的金钱吼无受到管理，所以有真侪中国的钱吼，利用这个方法，也是大商吼留倒来这个地方的公庙内底。安尼，咱无法度去掌握着中国留落来钱，伊就用安尼去做处理啦，吼。这是新闻的报道一只，嘛要甲大家去讲。而且台湾的信用吼有即个群体性，咱知影无？信用内底有即个信用圈、信仰圈，也是祭祀圈。咱有真侪委员会，即侪组织一只的，啊，这组织甲组织的关系真好，所以即个消息传起来吼，就传一堆啊啦。啊，为什么要来讲即个物件吼？顺有咱家己有印象无？大概吼两年前的时阵吼，台湾的公庙是咱迄个台北的总统府头前有办一个庙会，啊，即个庙会本来是一个抗议的庙会，过来再改作讲是一个祈祷的代志，是啥物呢？就是因讲政府要把香禁止掉啦，禁止香啦，但是咱知影无？即个消息其实真侪是透过公庙去串联的，其实足侪是中国的假的消息。伊互民间信用的庙惊着讲，啊好，即个政府要在咱断香火，所以即寡公庙就会出来抗议，讲咱台湾政府哪会使安尼做的？但是各位听众朋友，咱知影无？政府无要断香火，政府是要来你讲，咱本来来拜拜，插3支香，咱就该插1支香，啊，咱香。卖较好诶，毋通卖即个化学诶，嘛毋通卖这假诶香。啊，烧金纸，咱就烧较少诶。啊，要烧，咱就头开，啊，无来用环保诶金炉。毋通哦，即个烧诶烟熏，熏着厝边隔壁，互空气歹。其实就是安尼，无一个政府吼会正讲诶，讲要把即个公庙诶香禁止掉啦。吼，因为这香吼。是民间信仰内底是真重要，甲新民传达的物件啦。啊，顺有去庙嘛是用手拜拜，因为顺有认真认为咱心甲生命咧传达就是上重要的。
所以咱看哦，中国在即种环保的议题，人本来是讲减香啊尔，在香减较少的，金纸烧较少的，炉用较好的，互空气莫遮歹。但是中国因刻意假的消息传咧庙内底，讲啥物？讲台湾政府要禁止咱拜拜，禁止咱用香，禁止咱烧金纸。吼，所以迄阵的宫庙就带起来啊，惊一个去即个街头咧抗议啊。但是咱政府就讲足清楚的，咱无要禁止咱来用香，咱是希望量较少的空气才会好。所以这就是一个真大的一个例，摆伫咱头前。原来宫庙的系统会使安尼去操作的，安尼会使安尼去用的。所以咱有时阵看到一寡消息，咱就爱想清楚，即寡消息是对的，还是假的。而且咱看嘛，即个上大的一个新闻吼，顶礼拜六吼，台湾佫一个足重要的新闻就是啥？咱看到即个看报纸吼，咱毋通看盗版啊尔啦，咱嘛爱看即个 D1 版吼，影视译文版啊。即个新闻咧讲啥呢？讲即个金马奖啊，咱知影无？今年的金马奖吼，中国叫因的电影全部拢袂使来台湾报名金马奖，咱知影无？金马奖其实就是较早为着中华文化复兴的时阵所办出来一个奖，有金马、金曲、金钟、金钟、金曲、金马，这三个为主。过来，佫有别个，佫来慢慢佫有出版品，啥物金铃奖等等的啦，吼。所以佫来即个金马奖吼，其实办了真好。亚洲真重要的电影颁奖，就是台湾的金马奖是其中一个。但是中国认为，伊旧年金马奖的时阵，咱台湾的导演、纪录片的导演跳起来观点讲咱台湾就是一个国家，人爱听落来。所以中国今年就禁止因拍电影的人来参加台湾的金马奖。咱知影无？伊嘛叫一寡做即个金马奖的评审，嘛叫伊袂使来做的。但是袂要紧，咱台湾足有骨气的，咱嘛在这办得好，而且咱台湾的台湾之光李安嘛在咱换了足好，伊嘛继续做今年的金马奖的主席，在咱上好的电影安尼做一个评选。咱知影即届上大奖得到的，就是即个《返校》啦，即个电影摕较早白色恐怖的故事去拍的一个台湾电影，即届是摕到上大的奖，表示讲台湾的文化发展咱袂输啦。所以咱较早定定咧讲，较早一寡人会讲啥物？政治是讲政治的，艺术讲艺术，两个袂使合做伙。但是你看到即个新闻，金马奖中国政府禁止因中国的电影人来参加台湾的金马奖，人要安怎讲？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这是无可能的。政治这个物件，甲咱的生活真密切。咱的食的、行的、用的、电视看，拢是政治，所以无可能艺术归艺术，政治归政治，生命归生命，这是无可能的代志。吼，政治就是人的生活啦，这是一个真大咱爱思考的代志。所以，如果你也听到人甲你讲，咱莫讲政治啊啦，咱来看电影咱莫讲这啊，咱来看啥物？咱莫讲政治，迄拢是假。其实，逐个消息拢是甲政治有关系。所以，咱爱确保咱台湾的主权的重要性，就是一只。咱毋通讲到主权的时阵就讲迄毋是，这毋是，咱莫讲政治，咱是密起来尔。咱毋通安尼的想法。好，是即个时间吼，顺便要分享一个吼，今仔日即个网络吼，看到一个真赞的一个文章啊吼。咱知影，咱有一寡事岁吼，真挺咱台湾，也是讲咱身边的人，咱家己嘛真挺台湾。但是咱身边有一寡人吼，因为种种的因素吼，伊无都支持理想的候选人，也是正讲咧做代志的候选人，也是咱民进党。也是咱执政党等等杀出来好的候选人，咱要安怎在因讲呢？咱知影有时阵上亲的人吼，咱上歹讲。不管是好朋友，还是厝的老爸老母，咱也要甲伊讲，无咱来投一个较进步的人，伊可能听袂落去。所以网络中有一张文章写了真好，顺便一则甲大家分享。1月11号，
即马剩60几工啊尔。啊，咱要安怎在边仔上亲的人留票咧？咱家己一个，即文章写足好诶。第一个吼，咱毋通阁在你边仔即个人讲啊，无咱来支持秀芳好无？咱来支持束花仔好无？因为足有理想诶，伊足有做代志诶。我咧讲，因若听到理想吼，因就袂接受啊。这啥物意思咧？因为这有这个科学的研究啦。咱知影，咱真侪时代也是边仔诶人吼，经过这社会历练吼。有时阵面对社会现实是真清楚。如果你今仔要在留票吼，你也知讲啊，即个候选人真有理想，咱来斗相共。面对咱这行过社会现实的人吼，会认为讲啊，搁咧讲理想啊啦，迄个安尼也袂着，讲袂着的，迄无适合啦。所以咱咧留票的时阵，咱绝对袂使讲即个人有理想。啊，咱要讲啥呢？这也大家价值，咱来讲啊。这个人足好诶，吼，即个足老做代志诶，啊，我拜托伊拢做会到，吼，这是第一个方法。啊，第二个讲，啊，即个人我有捌，即个定定来阮遮咧行，我带你来去熟悉，吼，安尼就好讲啊。啊，恁时代要来留票，你就讲，比如讲啊，秀芳诶助理顺武，啊，即个秀芳吼诶助理顺武，我真熟啊，我甲顺武真好啦，啊，我代志拢会问伊啊，吼，你若用即种方法。去找恁的朋友，啊，在恁的时代留票，就真有效啊！吼，所以你要记个，啊，无讲啊，我连工带你来去熟悉秀芳啊，安尼就留会着即张票。因为咱的人性就是讲吼，咱希望要选的时阵吼，选一个甲咱有关系，啊是选一个后盖找会着人的，啊，但是找会着找袂着，拢找会着啊！你著行来咱秀芳的服务处。讲有代志，你来拜托，顺武就门开开来你迎接，帮你发生啥物代志，帮你处理。但是大部分的人歹势嘛，所以听众朋友记好哦，咱今仔日也要在咱时代，也是在咱边仔好朋友要留票的时阵，咱第一个讲的是啥？啊，这秀芳我有熟悉，也是讲这束花我有熟悉。第一个，你讲我有熟悉即个人，啊。记个哦，绝对袂使讲啊！即个人有理想啦，咱要支持，咱莫讲即种话。哦，讲即种话绝对留袂着票。第二个，我连刚啊带你甲秀芳熟悉，吼啊，秀芳的助理顺武我真熟，我足侪代志拢问伊的。吼，咱记个，咱就用即种话口，甲恁朋友啊，甲恁时代留票。啊，你安尼讲就有机会。哦，这是今仔日网络观点写着一个安怎留票的方法，啊，一再甲个分享。其实这就是一个人性啦。咱有时阵毋知要投降的时阵，有人讲啊，我的朋友上有熟悉伊，我的朋友甲伊袂歹，咱就先讲，无我来支持伊来投一个。所以啊，记好哦。后摆咱会使安尼讲的，我有熟悉秀芳，我带你熟悉伊；啊是秀芳咯，然后斗相共，咱来找伊。哦，秀芳的助理上我真熟悉，啊，咱来斗相共一个，啊用即种讲法，你就留会着票啊，吼。啊，所以这是一个重要的代志。咱今仔讲到香港的代志，香港为虾米会安尼？啊，搁有咱台湾的民主选举，咱要安怎留票？啊，甲中国用宗教安怎在咱统治？咱今仔节目大概有讲到这，但是搁讲一个顺武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网络一个真重要的新闻。理工大学虽然即摆的人拢撤退了差不多，但是一个记者。伊有就要采访讲，理工大学去互香港警察破坏了安怎的时阵，伊行入即个现场，会去看到真侪学生用的物件，伊足感动的。但是伊嘛无啉内底的水，嘛无安怎，就行去咧理工大学安尼行一年出来以后，伊转去闹屎闹几啊工。为虾米？因为香港警察放出去的气是有毒的，伊用的物件是有毒的、有菌的，所以。惊记者去咧现场，安尼行一个看一个，转去就闹屎闹到，而且毋是惊伊啊尔，伊有真侪朋友，真侪记者朋友嘛发生即个代志，所以咱知影无？即种伫台湾是无可能发生的，咱嘛爱避免即种代志伫台湾发生。上重要的方法就是明年1月11日，咱爱看清林和平去支持咱做会到的代志。迄个秀芳我有熟悉。迄个洪宗义我有熟悉，迄个束花我有熟悉，吼，咱爱用即种方法来去留咱身边的人，咱毋通互台湾变做香港哦。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谢谢。